哦，佢呢個字係咁樣嘅意思，然後咧我就見到佢咁樣講，我就好想買佢翻去愛。可以擺入博物館喎，咁鉛筆刨仲用唔用到嘅咧？個鉛筆刨我依家比較少用嘅。你同埋咧係畫 Kitty 㗎，咁啊老師準備緊嘅時候咧，都讓我介紹一下今日咧我哋 B03動漫嘅攤位 Samuel 嘅攤位嗰度，除咗有我頭先講嘅精品之外咧，亦都有一個咧係今年再度推出嘅全新長腿版系列公仔喎，你哋買咗未啊？即係隻腳好長嗰個 version 咧。係除咗有 Kitty 之外咧，仲有 Melody 同埋 Kuromi 驚喜加入啊！咁所以咧，同時都想我咧係介紹下俾大家啦。一陣間咧完咗呢度嘅主舞台活動咧，都可以去我哋 B03嘅攤位嗰度咧去睇下嘅。咁另外仲有一個魔法少女造型嘅 Kitty 咧，都係好特別㗎。咁啊，以上就係我哋今段時間廣告時間嘅 highlight 啦。咁啊，請大家咧再一次俾啲掌聲咧，係歡迎山口裕子老師嚟到舞台上。謝謝多咗。辛苦老師啦，今日真係，因為老師今日咧嚟會展之前咧，其實去咗中環站嘅，大家知唔知啊？係啊，中環站有另一個嘅活動，應援活動。咁啊，今日已經咧係嚟到咧第2場啦，有請老師可以就座準備啦，亦都有請咧係參與咗 B 組係啦 B 組簽名嘅朋友仔係啦，可以預備一下。OK， 係啦，可以咧慢慢嚟到舞台上啦。歡迎你，歡迎，可以咧係嚟到我哋老師前面，先同老師打個招呼，跟住我哋就傾偈下。我見到好多朋友都準備咗1-2句日文嘅，好好啊！大家好有誠意啊，同埋好展現到咧我哋香港人係啦，香港粉絲朋友係我哋嘅文化修為，好尊重老師嘅文化，所以我哋都好願意學習。好啦，咁我同呢位朋友仔傾下偈先。你好 ，Hello， 好，請問你叫什麼名字？我叫9A，我是來自台灣的朋友。然後我第一次來簽會，就很想要看老師現場用他的人生幾分鐘為我畫一張圖。哦，那你現在很感動嗎？哎，很開心。現在呢，就是一個遊戲，就是考驗你的手夠不夠穩，因為你要一邊就是拿着這個手機一邊回答我的問題，有沒有問題？嘿，我 OK 了。你現在已經調好了，是吧？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為什麼喜歡 Hello Kitty 吧？我覺得它每個東西就是設計的都非常可愛，很療癒。最主要是，我覺得老師有用心在灌溉這個角色，讓這個角色變得很活潑生動。然後我最喜歡的是它千禧年的系列，就是我們小時候回憶的這種很復古的感覺的這個 Kitty， 對。然後特別今天帶了這個小蛋蛋來，你看一下跟老師現在畫的像不像？好像是一樣啊。沒關係，現在老師畫什麼我都 OK。真的？那你有沒有說話要跟老師說？就是希望老師也可以多多來台灣，台灣也有很多很喜愛、很期待你去台灣的粉絲。老師聽到了，姐姐現在在翻譯啊，那你享受最後的幾分鐘吧。謝謝你，Joanne。Joanne 咧特別嚟自係台灣嘅喎，今日咧確實係吸引咗唔同嘅粉絲朋友嚇，因為有啲咧就係北京啦，頭先我哋有係香港嘅朋友顧之言啦，澳門啦，而家喺台上嘅咧就係台灣嘅 Joanne 嚇。咁啊 Joanne 咧特別話佢喜歡咧就係都比較早期啲嘅 Kitty 嘅一啲造型啊，佢今日都特登咧係帶咗嚟現場同老師分享嘅。咁啊亦都咧有講啦喺度做呼籲。希望老師將來咧睇有冇機會去台灣，因為佢話台灣都有好多朋友中意 Kitty 啊！我相信咧世界各地都有好多朋友中意 Kitty， 而做緊呢個心意咧，老師都已經係收到㗎啦。咁我相信咧做緊而家都好享受老師同佢特別專心諗住佢嘅呢幾分鐘嚇，可能咧係佢人生入邊咧會回味好多次嘅一個片段嚟㗎。希望你中意老師呢個嘅禮物，Joanne，恭喜你！好啦，我哋跟住咧就請下一位嘅朋友仔嚟到台上啦，歡迎你 ，Hello， 好啦，咁你可以先同老師打個招呼先。我見到啦，你個名叫 Tammy， 你好啊，好啦，成日都你哋一個手拍攝，跟住一個手同我傾偈，都係一個考驗嚟嘅，睇下你嘅手夠唔夠穩定。你想向呢邊係咪？咁你換個手，我哋向
觀眾得唔得？OK， 咁啊想你同大家分享下你中意咗 Kitty 幾耐先？應該係即係有印象以嚟咁樣，即係我好有印象係我細個幼稚園放咗學，跟住去快餐店排婚紗 Kitty， 即係我好有印象呢個媽咪帶我去。我都有喎，係啊，大家有冇啊？去食好多快餐係啦，就係為咗換嗰幾隻 Kitty， 好大隻㗎嘛！以前嗰啲玩具，而家嗰啲得咁細粒㗎咋，仲要砌埋一齊先變成一個玩具陰公。係啦，咁啊，你嗰隻公仔仲喺咪屋企啊？因為收埋咗嘅，即係而家有新嘅就會擺新嘅出嚟，咁嗰啲好珍貴嘅就會即係好好收藏咁樣嘅。你睇下今日個活動幾好，大家講咧都好似有啲共同嘅回憶嗬。雖然咧大家只係中意同一隻公仔，但係我哋喺世界各地啦，唔同嘅角落好似做緊同一件事，賣緊同一個嘅產品。咁我又想問下 Tammy 啦，你細個嘅時候咧，就首先呢個係你其中一個最難忘嘅珍藏啦。咁大個咧有冇話自己買過邊一件 Kitty 咧覺得係最中意嘅？因為出好多啊嘛，咁我啱啱買長髮 Kitty， 我係覺得幾得意嘅，係啦，不過啲頭髮有啲難梳理咯。跟住唔係公仔嘅話咧，即係我屋企自己個煤氣，唔該，個煤氣爐，即係嗰個煤氣熱水爐，就係有即係 Hello Kitty 印花，即係沖住涼都望住佢咁樣。真係好啦 ，OK， 佢話介紹咗個長髮 Kitty 喎，你哋又有冇啊？你哋都有啊？究竟你哋有幾多隻 Kitty 咧？不過咧，頭先 Tammy 講咧，長髮 Kitty 個頭髮有啲難梳，因為要用愛嚟到梳㗎，所以咧係特登考驗啲粉絲朋友點樣去打理佢嘅。好好啊，即係今日都係一個資訊嘅交流分享啊。咁最後少少時間啦，你有冇説話想同老師講㗎？一定祝老師榮休快樂啦！咁希望佢身體健康、開開心心啦。咁同埋好多謝佢又揀到香港係佢嘅榮休之旅嘅一站咁樣。即係我見到啱啱都有好多朋友係即係好遠咩北京啊、台灣啊咁樣嚟。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喺香港住，咁即係都算係相對我唔使 travel 去嚟到參與呢個感覺，都真係非常之開心同榮幸。多謝你，希望你中意老師呢個嘅心意嚇。好，我哋俾啲掌聲。Tammy 亦都咧盡訴心中情啊！佢有咪咧就一路講，我諗佢噏埋咗啲説話好耐㗎啦。咁亦都多謝你今日特登嚟參與啊！好，下一位朋友仔可以嚟到台上啦。睇嚟你都係香港嘅朋友仔係咪啊？係啊，同大家介紹下自己先。我係 Kathy 你好，我俾你 set 咗個機先嚇。我知道好重要啊，因為咧由老師第一筆咧寫你個名開始啦，跟住好似一筆一畫咧都係諗住你而去落嘅。咁而咧呢一隻 Kitty 咧，頭先老師都講過啦，係有特別嘅畫畫技巧喎，特別要留意點樣先分到係咪老師嘅真跡咧，就要睇下眼睛同埋鼻哥個距離啊。亦都咧將呢個心得咧係傳達咗俾我哋香港嘅朋友。佢話點解大家畫得唔似咧？就因為大家唔夠努力，只要練習多啲咧，就有機會可以畫到好似老師咁樣噶啦。咁我請 Kathy 咧都分享下，有冇一啲同 Kitty 比較難忘嘅回憶啊？呢隻公仔帶俾你喺成長上邊。因為我間房咧有個攬枕嘅，咁係 Kitty 嘅形狀啦咁樣，咁咧我就每日都攬住佢，咁就攬到都黑掹掹嘅啦，其實已經，但係我都照攬住咯，因為真係好好攬同埋好可愛。所以你呢隻咧就係冇得復刻嘅復刻版嚟嘅喎，係咪？因為由細攬到大都攬到變咗色啦，連老師都畫唔到或者整唔到一隻一樣嘅公仔。對於你嚟講咧，就應該係非常珍貴啦。咁我又想問下你啦，即係你有冇一啲説話想同老師講啦？都好多謝老師一直以嚟畫嘅 Kitty 啦，每一隻都超可愛，同埋我 feel 到佢對 Kitty 嘅愛一定係遠高於我哋嘅，甚至乎可能係，同埋都希望佢身體健康啦，即係日後都每日都好開心同埋幸福美滿。多謝你啊！係今日咧有翻譯姐姐喺度啦，所以咧就可以直接將咧大家嘅心意咧係轉達俾老師啦。咁啊老師咧喺唔同嘅媒體都有分享過 Kitty 咧，雖然咧佢冇嘴巴啦，但係咧佢都係可以同人咧用感應咧嚟到溝通嘅喎。咁佢建議咧，如果大家想同 Kitty 講嘢咧，用個心咧去到感受 ，Kitty 就會接收到㗎啦。咁所以咧，大家亦都可以，如果你擁有好似 Kathy 咁樣有啲公仔攬住你，你可以夜晚瞓覺嘅時候同你傾心事啦。希望咧 Kitty 嘅
嘅治愈能力咧，都可以療愈到大家嘅生活嚇。咁我諗呢個咧都係創作佢出嚟老師嘅一啲心意嚟嘅。咁啊，希望 Kathy 咧中意老師呢一份禮物。跟住我哋有請下一位朋友仔可以嚟到台上啦。好，咁我哋先請你係啦，可以擺低，然之後咧。係啦，坐好先，係啦，唔急，我知好重要啊，你哋係咪好忙嘅？同埋大家都好勇敢喎，因為本身咧你嚟係諗住攞簽名同畫畫，跟住咧嚟到台上原來要答問題嘅喎。不過我希望都可以為你哋呢個歷程咧係加一啲難忘嘅回憶啦。可能對於有啲朋友仔嚟講，我第一次喺台上講嘢，第一次喺台上講嘢就同山口縣市老師講嘢喎，係嘛？即係呢個都可能係成為大家人生入邊其中一個好難忘嘅 moment 啊！咁我哋都認識下台上嘅呢位朋友先。請問你叫做？我叫 Valentine。Valentine 你好啊，你個名好浪漫啊！請問你中意 Kitty 幾耐啊？中意咗20幾年。20幾年啊，唔使講個尾數啊 ，OK？ 我知道呢啲好敏感嘅對女士嚟講。咁你最中意 Kitty 啲乜嘢啊？因為我其實細個係睇 Kitty 嘅卡通片。因為我都知好少人有，其實知道我原來 Hello Kitty 有卡通片，咁所以其實我認識嘅 Hello Kitty 係好多嘢講，好活潑，唔係粉紅色，係着藍色工人褲嘅。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有冇邊一幕咧？你係最深刻，或者由細個睇咗之後記到而家嘅咧？應該係 Hello Kitty 版嘅 Alice in Wonderland， 佢變到好大隻，跟住炸爛咗間屋。多謝你同我哋分享，我相信經過你呢度嘅分享，可能好多朋友咧就即刻喺 YouTube 或者可能喺其他視訊媒體嗰度咧就去揾翻呢啲片段，不過可能係經典片段嚟嘅係嘛？係啊，因為佢都幾毒舌。係啊，可能咧有緣嘅朋友咧先至會見到啦。OK， 多謝你同我哋分享咧 Kitty 唔同嘅一面嚇。咁我今日咧都透過你喺個舞台上面咧，有冇啲説話想同山口子老師講㗎？多謝你俾咗我好多童年嘅回憶，咁希望你之後身體健康，日日都好開心。多謝老師咁多年嘅付出，希望你都中意老師呢一個嘅禮物啦。多謝你特登嚟到參與Valentine嘅分享，好特別喎！佢同 Kitty 嘅聯繫係動感㗎，因為頭先好多朋友分享都係精品類啦，或者可能係媽媽屋企人送嘅心意啦，但係佢係由 Kitty 嘅性格啦，或者佢嘅一啲動作嗰度開始喜歡嘅，咁大家都會有唔同嘅原因。好啦，跟住我哋請下一位朋友仔嚟到台上啦。恭喜你，能夠嚟到台上。咦，睇嚟都係有一啲特別嘅節日喎。哇，你仲近喎。哇，我哋見到啦，佢係今日生日㗎。俾啲掌聲 ，Crystal 好唔好啊 ？Crystal 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多謝你將你生日咁重要嘅日子同我哋分享啊 ，Crystal。Crystal 你中意咗 Kitty 幾耐啊？我嗰日生日25歲，中意咗25年。我哋俾啲掌聲，係啊，好浪漫啊！我中意咗呢個 Kitty 係25年，我正正就係25歲，我整個人生都係 Hello Kitty， 哇！咁我想問下你有啲乜嘢原因令到你咁中意 Kitty 啊？因為我媽媽都中意，所以佢從小都會買 Hello Kitty 俾我。所以我相信你全屋都係 Hello Kitty 啦，係咪啊 ？OK， 所以好多朋友咧中意 Kitty 都唔係個人出發嘅，可能咧都係屋企人啦，係啦，朋友啦，同學仔啦，係一齊牽動，都有好多人同人之間嘅關係。特別要提下咧 ，Kitty 都幾多朋友嘅喎，同埋佢都好中意自己嘅屋企人啦，佢又有自己嘅寵物啦，佢嘅生活咧都好有愛，太好啦！我知道咧 Kitty 佢呢一個咁有愛嘅能力，都感染到佢嘅粉絲朋友啦。嚟到嘅台上好多都有提及到自己嘅家人，咁我相信咧你哋都受到 Kitty 嘅祝福啦，亦都有 Kitty 咧滋養到大家嘅生活。咁我又想問下 Crystal 啦，今日咁難得啦，可以得到月子老師嘅親筆祝福啦，你有冇啲咩説話想同老師分享㗎？
我希望佢身體健康，每日都開心。我哋都祝你生日快樂啊 Crystal！ 我見到佢咧係眼不離老師係啊，咁我都唔打擾佢啦，因為咧佢而家應該係好陶醉咧，每一筆老師為佢帶嚟嘅祝福啊！咁啊，實在咧喺25歲嘅時候收到一份咁樣嘅禮物咧，相信咧都係非常之難忘㗎。咁啊，所以咧我哋都覺得喺香港嘅我哋好幸福啦，正如頭先有一位朋友仔分享啊，就係老師揀咗香港呢一站係啦，嚟到咧同我哋分享呢一個嘅時間，亦都讓香港嘅朋友咧唔使舟車勞頓，係咪啊？搭飛機搭船咁樣咧就可以見到老師嘅風采，同埋咧可以得到老師嘅親筆祝福咁樣，係啦。咁啊，相信咧呢一個嘅片段咧喺好多嘅粉絲朋友心入邊啦，都會咧留好長嘅時間嘅。咁喺度咧，我再做少少嘅呼籲啦，我哋嘅攤位咧係 B03嘅。咁啊，今日 Samuel 嘅攤位除咗有我頭先介紹過唔同嘅精品啦，係啦，咁亦都咧有好多打卡位嘅喎。咁同時咧就呼籲大家喺鋪頭唔好掛住買嘢啊，都可以影下相㗎，因為同事好俾心機佈置。希望今日咧大家都有美好嘅回憶。咁啊，跟住落嚟咧有一位星級粉絲啊 ，Hello Helen， 嚟自 IDG Sandy 嘅 Helen， 多謝你今日嚟到。原來咧 Helen 都好中意 Kitty 嘅喎。係啊，我哋俾支咪 Helen 先，因為 Helen 咧都準備咗啲説話想同老師講嘅一陣間。嗱，咁我哋交支咪俾 Helen。首先 Helen 可以同老師打個招呼先。先生、はじめまして、IDG サンデーのヘレン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Helen 都有準備，我哋俾啲掌聲 Helen 先，都歡迎 Helen 嚟到，再次嚟到呢個台喎。聽講你呢幾日都好忙喎，係咪啊？都唔算好忙嘅，但係特別開心咯，因為我哋琴日 IDG Sunday 都嚟咗動漫節度同大家表演。係今日咧你就因為 Kitty 所以嚟啦，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你同 Kitty 嘅緣分呢？我同 Kitty 嘅緣分其實真係好細個，有記憶嘅時候就已經好中意 Hello Kitty 啦。尤其是我記得我媽有一年生日嘅時候咧，買咗 Hello Kitty 嘅雪糕嘅生日蛋糕俾我食。係，你媽媽都中意 Hello Kitty 嗎？係啊，我媽媽啦、我表姐啦同埋我姑姐都好中意 Hello Kitty。哇，咁我諗你屋企應該係好似 Hello Kitty 嘅博物館咁樣啦。邊個屋企成員最多 Hello Kitty 精品呢？以前嘅話應該係我媽媽，依家嘅話我媽媽已經將所有嘢俾晒我啦，所以應該係我。太好啦！你可以承繼呢個家族嘅寶物啊！係啊，好開心。咁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有冇邊一件嘅 Hello Kitty 精品你自己係最中意或者最唔捨得嘅呢？我自己最中意應該係一個 Hello Kitty 嘅鉛筆刨，就真係由小學開始用到依家。仲有鉛筆刨呢個歷史文物嚟喎，可以擺入博物館嘅喎。咁鉛筆刨仲用唔用到嘅呢？個鉛筆刨我依家比較少用嘅。你而家仲有冇用鉛筆刨呢？有嘅，仲有寫字嘅。有，我掛住佢嘅時候咧，都會掂下佢或者碌佢幾下咁樣。你話中意 Hello Kitty 幾好啊？因為中意 Hello Kitty， 所以會刨下筆，所以會試下寫字。Hello Kitty 嘅影響真係好大啊！係啊，見到佢就會好開心，係好正面正能量嘅影響。亦都滋養咗你嘅童年啦，直至到而家見你今日嘅造型都好 Hello Kitty 啊！係啊，今日我經理人特登幫我紮咗呢個雙丸子頭嘅，都夾咗同 Hello Kitty 同款嘅蝴蝶結嘅。係啊，你有冇啲説話想同老師講啊？老師已經完成咗啦。有啊，先生、私と母さんも Hello Kitty が大好きなんです。今日は同じ髪型を作りました。本當に嬉しいです。昨夜眠れなかった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哋再一次俾啲掌聲 Helen， 多謝 Helen 今日特登嚟咧參與我哋嘅活動。Thank you。OK， 咁我哋跟住咧再請下一位嘅星級粉絲嚟到台上啦，我哋俾啲掌聲蔡師傅 Cicely。Hello， 大家好。多謝你，你今日都好 Kitty 喎。好，咁啊，你可以先同老師打個招呼。Cicely。Yes。OK， 咁我哋咧可以同師傅咧一路傾下偈啦。我哋咧
今日見到你一身嘅造型，就知道你好中意 Kitty 啦。可唔可以介紹下你今日帶嚟嘅特別揀選嘅呢個幸運 Kitty 咧？喺呢個幸運 Kitty 上面有個字㗎，係佢咧係寫住話：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愛錫我。哦，佢呢個字係咁樣嘅意思，咧我就見到佢咁樣講，我就好想買佢翻去愛錫下佢。佢而家係得到你嘅寵幸喎，冇錯見到你個手咧都係咁摸住佢，係俾愛佢。係不如同大家分享下你中意 Kitty 嘅時間啦，中意咗幾耐啊？其實都真係同大家嘅説法係真係一樣嘅，因為 Hello Kitty 真係同我哋由細到大，即係我有意識以嚟，我見到 Kitty 就已經係即係一見鐘情。一見鐘情之後，就開始自己有能力嘅時候，就會用唔同嘅方法去儲唔同嘅 Hello Kitty 嘅嘢啦。即係啱啱有位朋友佢分享就話快餐店專登去食好多快餐碗咧，我都有經歷過，我都有啊。然後咧，我係成個櫃咧係有晒咁多隻唔同嘅款式，係真係有個櫃有一格零零舍舍就係 for 呢一 set collection。同埋嗰陣時有個膠袋啊嘛，大家都唔捨得拆㗎，因為 Kitty 係白色嘅。跟住然之後，譬如可能你見到即係你去文具鋪啊行啊，你見到 Kitty 嘅嘢，你就會即係你真係會儲錢去買咁樣啦。咁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你一件 Kitty 嘅寶物咧？有一個我覺得好特別嘅，佢係一個咁樣圓形嘅錢罌啊，但係佢係淺藍色透明玻璃嘅一個 Kitty 錢罌，我係未見過有任何人有呢樣嘢咯。咁我就覺得好特別，佢係一個全透明，好似即係一個水晶咁樣，跟住就有個 Hello Kitty 3D 突咗出嚟嘅面喺嗰個玻璃嘅錢罌上面，然後我就會有啲特別嘅日子、特別嘅 moment 想記低咧，我就會入一個 coin 落去咯。哦，咁所以而家佢變成錢嘅顏色啦，因為佢係冇得拎翻啲錢出嚟㗎。純粹係 for memory，即係我譬如有今日有嘅特別日子，我想記錄，我就會喺個 coin 上面寫今日發生咩事，就擺落去個錢罌度紀念咁樣。太好啦，多謝你嘅分享，老師已經完成咗你嘅作品啦。Thank you，ありがとう。係啊，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嘅簽名會咧就嚟到尾聲啦。係啦，咁咧太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嘅時間咧，我哋都有一啲嘅心意咧係會想送俾老師嘅，所以咧請大家咧可以耐心等候一下先。係啦，咁啊再一次咧多謝老師嘅努力啦，今日咧係中環站啦，跟住再嚟到我哋會展站呢一度咧，同我哋香港嘅粉絲朋友咧係送上一啲唔同嘅心意嚇。咁啊最後嘅環節咧，我哋請老師係留步啦，因為我哋咧都準備咗一個港澳粉絲嘅禮物係送俾老師嘅，呢一個係一個蘋果心意卡。咁另外咧，我哋都有一位特別嘅嘉賓㗎喎。好，我哋有一位特別嘅嘉賓，係啦，已經嚟到現場啦，我哋俾啲掌聲 ，Hello Kitty，驚喜現身啊，為山口二子老師咧係送上最衷心嘅祝福，希望咧老師係可以身體健康。繼續咧用唔同嘅崗位咧，係為呢個世界帶嚟唔同嘅溫暖。I still， 大家都愛你。哦，卡哇伊呢？好啦，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有請咧係 Kitty 啦，同埋聲聲啦，咁啊連埋我哋個禮物咧，可能我哋影一張相先，好唔好啊？我哋而家影一張相嚇，望住中央攝影師，1、2、3。好，大家都準備相機嚇，再嚟一張，3、2、1。好，咁我哋咧呢個時候，我哋咧可以請老師到台下。Sorry， 我哋反轉係咪啊？可以啊！我哋咧會同大家影一張全場嘅大合照嘅，咁有請老師同埋 Kitty 啦，可以咧係反轉係啦，背住我哋嘅舞台。咁多位嘅朋友仔可以盡量咧聚去中間喎。咁我哋再次請 Helen 同 Sisley 咧可以嚟到台上一齊影啊，好唔好啊？係啦，咁我哋其他嘅朋友仔咧可以聚翻喺中間，係啦，我哋張相咧就會靚啲啦。
咧都可以見到大家嘅笑容，亦都再一次咧喺度多謝嚟自世界各地嘅大家今日嘅參與。好啦，咁我哋係嚟再一次邀請咧台下嘅觀眾朋友可以行埋啲，係啦，我哋貼近啲中間會影得靚啲嘅。咁我陣間我數3聲咧，都想請大家一齊整心心啦，好唔好啊？係啦，大心細心你中意啦。我哋咧將我哋嘅心意咧都係透過相片去傳達俾老師嚇，呢個都係佢喺香港站嘅紀念品。OK， 我哋嚟咯喎，1、2、3。OK， 好，再一次多謝大家，再一次多謝晒山口裕子老師，再一次多謝 Helen 啦，亦都多謝 Sisley 今日咧係參與，同埋有大家嘅參與，我哋俾最熱烈嘅掌聲，多謝台上咁多位，亦都多謝 Kitty 今日神秘現身。咁啊嚟到呢個時候呢，我哋今日嘅活動係啦就已經圓滿結束啦。再一次呢，我哋多謝山口裕子老師呢46年嚟呢，為 Hello Kitty 設計咗唔同嘅造型啦，亦都為大家嘅成長呢帶嚟咗唔同嘅回憶，亦都喺度再一次祝願呢山口裕子老師前程錦繡，無論喺邊個崗位，無論喺世界邊個角落呢，都可以繼續閃閃發光，將佢心入邊嘅溫暖呢係送俾更多嘅人，期待下一次再同大家見面。我哋活動嚟到呢一度，有緣再見 ，Thank you。人生每一個篇章都有元氣陪伴 ，Live the Genki Life， 元氣壽司。
この